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收緊物嘅咧，一開始大家咧講嘅係設計呢一件事情。哇，講到設計，大家是不是知道？哇，咁物嘅東西有點難，有點難。不過設計就對讀呢個生活地圖，讀呢個生活地圖就可以看到設計。今日裏邊佢非常嘅特別，嗬，佢係一個作家，佢係一個廣播電台嘅主持人，佢又係設計師，又係呢講設計觀察家。一到底係物嘅咧，嘅咧分享呢個裏邊。其實呢個吳棟樑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吳棟樑，今日當翻譯來到了大家分享。耶，歡迎老師分享先生。先生係關西人，什麼？爸爸係關西人。然後媽媽係竹東人。你應該是很少送節目用客家話，什麼？幾乎沒有。沒有，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太棒了，有第一次，什麼又聽一百。對，希望可以。走客家天氣用客家話，讓大家都打嘴鼓，也會有一種。我覺得懷舊也好，或者是哇，好像這是自己的母語，就等下讓大家來交流，應該很棒吧？很棒啊，因為就可以跟爸爸媽媽多一些話題。就得哈，哇，太好了！今天讓大家來少改，哇，這個內容非常的有氣質，都有氣質哈。我們講到設計這件事情，然後老師是一個作家，你看，現從運動都改數啊，線上呢係廣播電台主持人，對不對啊 ？Podcast 啊，我有聽老師的 Podcast，就是在。週六或週日一邊工作一邊聽，就會覺得哇，又浪漫又優雅那種感覺。因為老師的內容很多也會跟生活有關，跟設計有關，所以一開始，我們要講一個很難的題目哦，很乜嘢咧？我們要先跟大家講的是設計觀察家，好難哦。我們一般會說觀察家，觀察很容易直觀的了解，設計我們就 OK， 設計師，設計觀察家，這是什麼？對，設計觀察家應該我本來是學設計嘛，那也喜歡做一些不同面向的創作，那後來就開始寫作這樣子。那因為觀察事物的面向，可能有些人是文化，有些人是音樂啊。但我因為背景是設計，所以我就用設計來切入。所以跟大家解釋比較容易理解的，就是用設計來切入觀察，叫做設計觀察家。用設計來切入觀察，就是說你在平常生活裡面，因為你本身就有安用嘅背景，所以你在觀察，你可以很敏銳的用專業的角度去看動動嘅事情，然後用你可以詮釋的方式，然後給我們認識，是不是？對，哇！我剛剛有認真想一下，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子？有一點難，有一點難哦。可是很棒哎，對，因為像我們如果讀生活地圖看到設計，我們看了就是看了，我們不太知道怎麼樣去解析或者是詮釋，不憑音了解。所以老師一開始是先有寫部落格，是嗎？對，在10幾年前的時候，比較像那種社群平台、新聞台這種的，那就把自己所觀察到的，或者在旅行裡面所看到的一些好的設計或者美的東西，然後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從這邊開始，然後就越寫越多，這樣子。好棒哦！越寫越多，然後就出了書。對，因為在之前上班的時候，就也是有接一些設計工作，那也就跟出版社有一些聯繫。那出版社知道我在寫設計，以前可能大家對設計的認識沒有那麼深。所以就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就一路就寫下來了。我們真的很刻板呢。我們以前講到設計，就覺得好像是家裡的那個房子的設計。以前，然後就以前真的有很多紙本的，你知道書那個建築的設計，然後打開來就會有動動嘛，改客廳啊、出風啊、電風的設計。可是現在設計其實不是這樣，是生活裡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所以老師出了7本書。然後我們現場這有4本，對，哇哦 ，OK， 然後這7本都跟日本有關，都是在東京。東京，老師，要不要簡單幫我們分享跟介紹一下？好啊，像這一本是我第一本書，2006年的時候出版的，很漂亮。對，然後那時候就是用旅行帶大家去看設計，是。那因為自己做設計，然後自己又寫作，好處就是說想可以自己為自己的書來做整體的規劃。所以這個書的整體規劃也是你自己？對，就是寫作、攝影，然後編排、封面這些都。那這個就是徹徹底底你生了一個小孩啊，對不對？對對對，所以我自己覺得蠻喜歡這個工作，是因為
一般大多数人的设计是有客户有对象的。错，其实要被绕 Q 你去用上的用意，不过底下就是你完全一起大概重做。对，刚开始是会觉得说满足自己这样子，就后来好像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事实上，从两本书除了设计，你自己有动都给讲呢，错吗？对，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想，在10几年前还没有 Google Map 因为这的时候2006嘛，对，对不对06年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大家还是用纸本地图。没错。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把封面展开就会变成一个地图这样子。哇，对，塞，对，所以带书出去的时候，就是按图索骥，可以找到一些我觉得很推荐的一些设计的景点。哈哈，好，然后书里面就是少改一本东京，你觉得他们设计就怎么对？就比方说像书店啊、美术馆或者是图书馆，然后建筑、车站，然后商场一些所谓的家具选品店，对等等的这一些，是，对，所以就觉得说，如果用设计的角度切入去旅行的话，那当你回家带回来的，可能不只是战利品，可能就是满满关于设计跟美好的回忆。老师，我问一下，那如果今天我要去东京玩，对，黑公阿姨该不了。如果是2006年，我看了这本书，它一样还是可以成为我的景点。可是我在里面可以学习到的，不是只是好吃好玩，而走在后头改是怎么样去欣赏，或是怎么样去了解他们那一个建筑。就是那个 building 的设计，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不会只是觉得哇，你看它很特别，我还可以了解到这中间很多的细节。哦 ，OK，所以每一本都不一样，对不对？对，每一本都不太一样。是，所以因为我大概是2年到3年出版一本，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把东京的设计用自己的用出版的方式记录下来。是，对。哇，人家是可能用照片，对不对？或者是，然后你等于是用书把你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这个过程全部都记录下来。但关键是，我觉得透过老师的书跟眼睛，我们可以走在了解到，都在你看到该动定也很容易，我们可以了解到设计是什么，我觉得很棒。因为特白你提到日本的世界，如果我们特别想要去逛什么美术馆的时候，或是你要特别了解那种建筑物是由某个名设计师来设计的时候，其实透过这些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对，所以老师这边讲的还有就是你再去到这边，你会发现其实你也让你在这边观察到其实台日设计的异同。对，台日设计的话，当然就是在看设计的时候，也会一直在想说，那台湾的设计是什么？那我们跟日本的关联。但我觉得，像以背景来讲的话，我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婆，那个时候其实都受到日本文化蛮大的影响。对，所以。也会去想说，可能家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设计的元素这样子？是。对，我记得我的阿婆，她自己会做一些编织，她会做。我印象最深刻是她会编扫把。你说那种很务实扫地板的那个扫把？对，芦苇的那种扫把。然后她会去栽种叶、包粽子这种。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在日本的这个角度看起来，他们有所谓的民艺，就是来自于民间人民的生活常民的这种工艺。对，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它是还蛮相似的。那我觉得观察日本，就大概就是去观察在生活里面跟大家都有关的设计。对，那我自己在台湾观察的话，也是在看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家对于设计的巧思，刚开始也许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讲究，那在意的事情就越多。我可以分享一个，那时候在凤雄一张，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以前我妈妈那个年代，他们便当都会用布包对，就是他们会拿一张便斗，然后用一个。我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布，然后绑得很好，他们会这样子提着，或是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要去吃。然后后来等到我念书的时候，会出很多不一样的便当袋，就很现代的，或是我们所谓
很迷人或是很花俏的。可是你现在再回过去看，你就知道用那个布去包，它那个温度跟它的整个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黑工送办傣片洞，我们不会用一块布包着，我们完全不会。我觉得这也算是生活里面很务实的运用，对不对？对，因为有些布也会用染的，或者是像我们在看日本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一块布包便当、包酒这些，其实就也是很环保的一个设计。对我反而觉得比一些其他的塑料或者是纸袋环保。刚才在讲少改性上改数位时间，我觉得我遗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老师，2023是不是有新书？2023就是这一本。对，我们怎么可以漏掉最新的书？老师这一本好好讲一下。对，这本叫《东京再发现100 Plus》。那这本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经历了3年的疫情，然后回到日本，回到东京，然后去看看在这个城市里面，受到疫情影响的城市。那他们的设计又有什么样新的发展跟新的改变这样子，所以里面就包括了100个以上不同的地点，然后透过造访这些地点，可以让大家重新再认识久违的东京。哇，老师，那我问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师，那你进狗上烟狗红，你咋狗出2本书，你再去那100个地点，或者是你有觉得不一样吗？我觉得一直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这就是东京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说迷人的地方，对，然后去不完的这样子。那大家也没有因为这些疫情或者环境影响，大家还是持续在前进。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感动的，然后也觉得很值得学习。因为你本改图腾或是日本的文化是很明确、很明显的，所以读基督改萨给地读亚走在看到他们的创造力，那不是只是美学，是看到创造力两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其实线上还有动豆改故事，然后大家的分享，大家是聊下，你等下长从那讲。东风移走的绕墙头，动流线上那种节目地读到台家的小改哇，2023年出了一本新书哇，热腾腾的哈，拿到父母一下线上，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写嘅係乜嘅東西，改就線上改模組，改就線上改數文字相片，然後大家來講寫嘅係乜嘅，而且設計其實沒有我們想象中一定要花很多錢，或者是硬邦邦。我覺得我們生活當中身法地讀又動改小細節，如果你添加一點點，那個幸福感就會起來，好就不會那麼無聊啊，真的糟糕。生活更有趣。是。不過講到兩篇呢，我們剛才一直在拷問老師這個台日設計的異同。不過沒關係，因為線上除了要動一本改書，所以老師也帶了很多的照片到跟大家來分享。老師這一張是哪兒？你覺得它的特色很乜改？這個其實也是在書裡面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在日本橋。那日本橋它有很多這種老的建築，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它是一間甜點店，就是巧克力跟冰淇淋的甜點店，跟想象完全不一樣。不一樣，對，但是它原本是一個跟金融有關的證券的一個空間，對，所以他們在處理老空間的時候，他去想到一個新的方式，然後找了一些年輕的，我可能也可以用創作者來形容他們就是做一些甜點，然後做一些麵包這樣子，對，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就是他其實沒有在改造太多內部的空間，他只是加了一些有趣的亮點的元素，或是加一些小軟件，我們自己覺得，對不對？我們不是大量的去裝潢或去包覆，對，它不破壞原來的建築。我覺得很棒的事情，兩幾年讀推翻美術動作改後上映，回到我們一些不管是苗栗啊或走動啊關係，我們說尤其是講台南、我們很多那種老屋改建，也就是大家開始這幾年都很喜歡走懷舊風、復古風，以前的電啊、鐘啊、電啊、燈這些東西。然後我們就覺得哇，好浪漫，但是以前都不知道珍惜，對不對？以前就覺得老東西好像沒有價值，對，然後你開始會發動都先去買老件，對不對？我覺得應該不能講說發錢去賣老件，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一直維持過去那樣子的生活
对方式，我的方式是指美学或建筑延续。对，好可惜哦。好东西有一些留到现在，其实更值得收藏，是不是？好，了解信上逮了那个听众图，哇，完全是 Motion 的，对什么？对，这是涩谷。那涩谷这也是在2020年左右的一个新的设施，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停车场啊，然后下面是停车场，那现在结合了商场，然后在顶楼做了一个公园。那它其实就变成一个新的很多年轻人聚会、约会，然后活动的场所。对，那它也是在非常都心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就给这个城市里面带来一些新的活力，然后让大家有一些可以一起互相交流的一个地方。然后矮美骑楼机改控件就活化了，对不对？好，因为刚刚看起来硬邦邦的，比较像是都会，可是它在顶楼竟然可以做这件事情，对啊。可这会让我想到那部电影，新加坡杨紫琼拍的那个糟糕什么亿万富豪，不一样哈，那个田园那个他们也是在顶楼很豪华的在办舞会，好美。但这个就是一般民众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一般民众都可以去，对，就它就像一个城市公园一样，然后又有什么滑轮啊，然后可以打沙滩排球啊，这么大，它很大，非常大的，几乎是2个车站之间的一个这么大哦，我还以为是小小的，那我刚才那个连结有点错误，先绕台高公拍谁，提上重都俩嘛，海新商带了，哇，这一看就好舒服，对，好美，这个是在一个虎之门的办公大楼里面一个3楼，我们叫做美食街。好了，为什么人家的办公大楼可以这样子？对，它真的很有味道，因为它大概是采取了那种日本纸灯的那种设计。对，然后它非常讲究，包括它的文字的指标的设计，然后包括它空间使用了碳黑色这些元素，然后地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反光的这些质感的效果，然后更重要的，它有很多很有名的，然后很受欢迎的老店在里面开，所以下班可能跟同事们要再去聚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突然觉得生活都变有更多色彩的感觉，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哈半狗黑，然后就没有一个美的地方可以去，然后乌烟瘴气，那个整个生活质感都不一样。对，好哦，哇，真的是很棒哎，所以难怪老师的书会这么的迷人。好，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众相片，这个是图书馆吗？这个是一个植物园，它是一个社区的植物园，就是区立的，它是涩谷的一个交流植物中心。哇，那它进去门票大概合台币大概50块左右吧，这样都便宜，很便宜。那居民可能更低，甚至于不用。然后，但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植物，所以它其实也提供了一般，比方说家庭或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这边看植物啊，或者是也有一些展览，或者是植物相关的书籍，甚至于它的咖啡厅非常抢手。对，晚上也会有营业，它就是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就说，我们约在植物园，就是吃晚餐，然后那个空气就很新鲜呐，因为都是满满的植物，很多精就会在那里时候被释放，从么水木影看西上高楼俺都还记得室内地独改空间，啊讲几只建筑物，不过其实大家的那个共享空间啊，非常该重要，从么了解共享空间、公共空间。对，这是公厕。对，这是公厕。你看看，公厕也可以这样，又不一定是要像流动厕所那样而已，什么？对，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公厕，是他们有一个叫东京公厕的计划，然后他们邀请了一些日本非常知名的建筑师，甚至于得过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板茂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它很有趣，是说你还没有进去之前，它玻璃都是透明的。哦，是吗？对，然后你进去之后把门关上，通电它才会变雾面。好有趣哦！可是刚刚讲到透明，好没安全感哦，所以要通电，要通电哦，变雾面，对，好可怕哦。那如果忘记通电的话，你就在里面地不都透明感可以走在广岛地图。对，因为它发生一件事故，就是说他们冬天的时候那电流不是那么顺畅，对，天气太冷了。所以进去之后，只有到半透明而已。
哇！所以他们冬天就把它改成全透，就是不透明。可是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巧思嘛，对，就在生活里面增加一点趣味，从吗？然后你是不是祈祷讲哇？因为讲只是好像脏脏臭臭的，然后不舒服。因为一半夜你会讲，你真的很需要在公共空间找厕所，这是很一定的，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大部分对公厕的想象都是不舒适的、脏乱的，没有那么干净。对，然后但是看起来就不会，对不对？而且它像在晚上，它在公园里面，它有点像是一个光盒子、发光体，然后让大家在公园里面也会觉得比较安心的感觉。这样子也会像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的看到的，我们叫做就是其他就是摆在里面的一个设计。对，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有个公厕摆在这里，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在这本书地图，其实有很多像是伴手礼跟小物的设计，是，对不对？对。好，我现在这个倒也不是要展示书，就是说像。主要老大家来讲，线上改数地图没有两种改东西，除了博物馆，除了台新改建筑之外，其实也有这种小物的设计。好，这个很棒，因为老师有没有发现，我们到了日本也时节，好喜欢买他们的小东西，或者是像是伴手礼这样的东西，而且买回去还不一定会使用跟吃，因为太舍不得了。然后他们有很多像文具，很多人喜欢去逛那个文具店，因为太好逛，一进去就一天。所以这也是老师带来的小物，对不对？对，你会特别拍这张，是因为你是不是对它特别有感？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设计好像比较远，或是比较昂贵，成本比较高。对。但是，比方说像这个是一个富士山的橡皮擦，对。那这种文具的东西，它也可以很有设计感，它也可以为生活带来一些确幸、幸福的感觉。真的。这很好玩。它其实本来是一个方的，当你慢慢擦出来的时候，你会擦出一座山。哦 ，OK。对，然后这个是蓝色，然后可能。还有红色就变成红富士，就是一些不一样，跟他们过去像浮世绘里面有一些赤富士之类的这种绘画做连接，它很好玩。你看，所以今天访问这个动东信上，是不是觉得有在导览的感觉？对，因为我并不晓得它是蓝的，擦一擦之后会有血。我刚刚看到大家存的也时间感，还熊狗哇，把它擦一擦，把血给擦掉了。对，然后可是你看，不管你怎么去想象它，那就是你在这里面找到的一点点情趣嘛，对不对？好，最后但他们真的太多小物，其实许多改你讲文具改点读，你可能容易都卖不掉，因为太多巧思了。太多可以讲，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挑几个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老师，你的线上款俩美黑从吗？对，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拆信刀吧，对，然后它可以随身携带，因为出国的时候有时候不能把剪刀或什么带在飞机上嘛。那有时候出国可能有一些标签，衣服的标签或者什么，对，或者买东西拆箱之类的，对，这种就很好。对，那时候你买了一件衣服，很想要立刻穿的时候，发现标签没有办法拆下来，因为你身上没有你后那一种东西。你看，这就是很细腻的地方哈。对，其实真的是讲不完。好吧，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这个是195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一张非常有名的叫蝴蝶椅。所以这是1950年代，对，大概70几年前，半个世纪以前了。对，错，对，那当时日本就设计出这种兼具工艺跟实用性的一个设计。那现在很多美术馆也会珍藏，那我自己在家也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矮凳。那你可以你可以欣赏它，当然你也可以当穿鞋凳也可以。它就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像艺术品存在的一个实用的物件。好哦，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艺术品，但可以走在表面韩国它也真的可以用哦，从模可以仔细走在用哈。所以而且很好从了，大家有谈到因为线上讲的其实是95年头1950年代，表示的是什么？就是你看1950年代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学跟品味里面，其实关键在这里。那你让你洗改 Andy， 我们是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美学的部分，然后培养 Andy 晒给部分，然后观察部分呢？其实上去启动一本暗道白，因为当到个故事做在分享，你聊下点下茶，等下长来讲。
东方宇宙的绕墙头对龙信上哈，你千龙头个节目嘞，访问信上大概对老师有更多的了解，可能原本就认识老师的人，或是给母一通朋友讲，你是信上感应是为地讲哇，给出书写书，给主持广播天推，给设计个背景，然后他给都有设计个概念等等等等。可是，一般来说，台高都不认识你这个以外的面向，因为听过老师的节目，也会觉得哇。都是跟专业的讨论有关，所以我们要来进行，又会改改讲，对，就会知道，就是通常我问你，受访者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面向。好，老师准备好了没？不可以想很久哦。不会很难，不会是数学，不会是物理，通常都很简单。老师只要放轻松，分享我们不认识的你。老师，你觉得自己你起头起盖黑马改hin虫，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形状？圆形。哦，真的吗？为什么？好喜欢这种单元哦，会听到这种答案。为什么是圆形？好像圆形有很多可能性。是哦。然后可以藏在角落之类。藏在角落，你看这就是很有趣。你想藏在角落，你明明就是在人前，就是可以滚来滚去这种感觉吧。哦 ，OK， 看起来滚来滚去会让你很舒服的感觉。怎么好像心理学家在讨论事情？没有，我自己也在。我有时候问来宾这个问题，我也会想我自己是一个什么形状。那看起来圆形蛮好，可以滚来滚去，又可以滚到角落，观察别人。常常旅行这样。OK， 好棒。好，老师，你最不喜欢马改色什么颜色？紫色。为什么你不喜欢吃茄子吗？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觉得紫色很难配色。哦，答案很务实哎，就是没有为什么就很难配。我也觉得紫色很难配。就比方说家里有一个紫色沙发，你要买其他家具来搭配的话，很难。好像是哎，我仔细想想，我生命当中紫色的东西元素很少，好像曾经拥有过一件紫色的高领，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穿它。不容易。OK， 对，好，好有趣，动这节目，你以为我们会问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不是，是最不喜欢嘛？改谁？好，你最想去哪个国家？不能讲日本。我想去北欧。哦 ，OK。对。为什么？因为北欧跟日本还蛮像的。没有，就是可能另外一个不一样，但是设计上面也是非常厉害的国家。所以看起来老师还是跟设计有关。瑞典，对不对？瑞典、挪威、冰岛、芬兰这些。是，而且他们在那里，在北欧国家从事设计工作的人，其实很多是很被 look up，就是他是很被重视，然后赚的钱也不会太少。很实际。我懂了，好实际对。然后赌该便宜，他们会觉得设计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的聊天是很平常的话题，日常的感觉。在北欧是这样子，难怪哦。好，什么？如果人生真的有轮回的话，你下一世如果不当人，你想当什么？这好难哎。没关系，老师你可以随便回答。鸟。为何？可以飞来飞去，很自由的感觉。还可以继续旅行。OK， 你看还是跟旅行有关。真的。对。我很喜欢狗，可是真的不要当狗，因为你会变成别人的宠物，或是变成山上的流浪狗这样。真的。哇，很有趣，所以还是跟旅行有关，对不对？对。好，那我来问一个跟旅行有关。如果今天我们看的不是都市，是山绕海，山跟海，你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这不会很难吧？海可能会比较喜欢，你比较喜欢海？对。对，喜欢水。开阔的感觉，应该是这样。那你喜欢玩水吗？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水上活动，什么香蕉船。突然变得不浪漫，刚刚整个脑子都是我刚刚脑子其实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搭配着有流星的天空。突然想说，你要玩香蕉船吗？本来是划船的，变香蕉船。好，我也可以很浪漫一点，就是稍微就是独木舟，好不好？ OK， 独木舟可以。就是你知道有山林的独木舟这样。好，最后一张问题，如果这辈子你只能做一个工作，就是不准你斜杠的意思，因为你现在很斜杠嘛，对不对？你会是什么工作？这辈子哦，你不可以想说我希望。我希望是很难了吧？可以，这就是在逼迫别人啊！这个题目什么？可以只要靠写作就可以生活的人。
哇，这听起来背后有蛮大的遗憾，就是代表信上他很喜欢写作，可是他说只要靠写作就可以养活。哇，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廖家下府一样，我觉得要对每一个，因为以前讲到我们古代。勤耕雨读，他刚因勤耕雨读的年代，就是要走信上、走会计师、走律师、走医生。然后我们只要以前那个年代，好像学艺术、学画画什么起都好嘛，我们摸头舞、黑蒙一水走共舞嫣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推班华人呀，他刚因狗戏，就是你知道这遗留下来的一个期许，所以老师才会讲说，我希望能够靠这个写书就可以养活自己。其实这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应该要去让大家了解。不是只有那一些职业，每一个职业读 ND 改圣白地读，它都有同等的重要性，不然太可怕了。你这世界上只剩下医生，那我们每天都住在一个不舒适的宽银地都，对不对？老师，你觉得快问快答好不好玩？我觉得还蛮难的，很好玩，很好。广东安东因为起的，这个就是台港可能因为赌机改广播节目地斗机。的另外一个面向，对不对？什么紫色不喜欢，喜欢海啊，这些东西。那我听了哈嘞，我们这整集节目讲的都是跟美感有关。老师，你觉得美感是怎么样推用？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或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些抽象的概念，这样？觉得美感的培养环境很重要。尤其我们去过很多不同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啊，原来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然后他们会觉得，所谓的美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的，从小就可能不用教，对你不用教，因为你眼睛睁开看到的就是这样，对吧？对，不管是东京或者我们去米兰、意大利这种很厉害的建筑，那可能他从小就觉得，好的建筑应该要长这样。我睁眼就可以看到米兰大教堂，它是那样的一个雕刻，或者是石头颜色的交叠什么的，对吧？对。所以像我们就现在还是会比较去想找说什么是美，什么是好的设计。但是对啊，环境有时候它就是告诉你这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美的。所以我觉得，从环境或者是不能。一生下来就有好的环境，但是可以透过很多的体验，去不一样的尝试，不一样的感受，就像旅行一样，就可以让你有很多丰富的经验。那你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之后，就像我们吃东西也好，或者是看电影也好，我们看了100部，吃了100碗牛肉面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知道说，我喜欢的好吃会是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慢慢累积。他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一些很厉害的大师，一出生信手拈来就是一个好的设计。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培养。如果你喜欢美，喜欢接近好的美好的事物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学习到。真的，这个讲起来走在讲动球，对不对哈？就是如果我们说30年后，如果台湾也进入到一个你眼睛睁开，我们就在一个那样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有一个创造力的一个培养，然后你的美感就被培养，你就会认为它应该要长成那个样子，不论在你的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包括穿着啊，对不对？我们整个服饰也好，衣服也好，家具也好，生活里面，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你就不用刻意的去学习。那刚刚线上动物讲的款田壤也是嘛，因为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做。对，其实呢，这个就是有很动感问题，昨天很多信上哈，哇，节目进行到最后，真的时间很赶哦，只剩下2分钟。老师，我们有2个题目，你觉得客家给你有没有一个给你培养的滋养你的？东西，我觉得客家让我觉得务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我们以前爷爷奶奶那一辈环境没有那么好，天然就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最好的一个效果或者是功能？我们设计
怎么去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会带给你另外一个不同的想象，什么？因为务实，对，要美，然后要很实用，对。我觉得这最完美哎，很实用又很美，你不能拿到很美的，让它不实用，对不对？哇，这个最后1分钟，老师你的未来规划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未来还是可以持续跟大家分享好的设计、美好的事物。那不只是出版而已，也许很多像不同的平台，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毅力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设计。那也许未来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我也希望可以持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的事物，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看我们金不一聊系节目，其实也是美感培养的其中一个步骤，什么？对吧？你听听别人讲设计，听听别人分享，什么是美，然后什么是你看东京这么多的照片，然后心情就会变好，对吧？好，所以呢，希望你家乡亲朋友金不一看你聊系节目，就会知道讲哦，读原来圣白地图所安用的培养，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东牛欣赏的都聊片，欣赏下次有新的作品，一样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是么欣赏？好，你家乡亲朋友听听下了，你有在做认同的哦。校群复习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你嘅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